2、讲一个，毛心经，毛心经，毛心经，哦，毛心经，毛心经，毛什么？毛心经是啥？浴巾啊，是有有巾，有巾，来，好，不要紧哦，不要紧哦，好，哎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浴巾？唔对，啊，不要紧，搁一解机会，来看伊对唔对？阿嘉，碰水沙，碰水沙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碰水沙？哎，没办法，来，这就第2分了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咱基本上是大部分拢听到碰西沙这个讲法啦，吼。其实嘛有另外一个2个音节的讲法，就是照迄个汉语的音来读啦，吼。即马较接用这个2字的咧读的，拢讲毛衣较济啦。嘿，当然这是差不多70年代以前就捌出现的讲法，只不过落尾大家拢碰西沙关系。恰碰西嘛。嘿，恰碰西，所以落尾也是碰西沙较实行啦。